我教過大量由1升到4、4升到5星星學生，記住睇到最後，我話你知點樣做。大家好，我係 Alpha Sir。過去18年，我教授過數千位學生，每1.8位就有1個攞到 Level 5或以上。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你 Econ 考得唔好，唔係你蠢，係冇人教你點樣考試。例如 ASAT Model 有一套萬用嘅答題框架，可以幫你拎晒所有分數。又例如 MC 可以睇完題目之後2至5秒就已經可以揀到答案，唔需要用排除法。大部分學生學完概念，但係冇實戰技巧，最後就變成睇落識個課題，但考唔到好成績。今年暑假，我哋將會開辦3個課程，分別針對升中5同埋升中6嘅同學。升中6經濟奪升班，幫你由頭清所有 concept， 每堂即教即操即改，再深入概念應用，教你滿分答題框架 MC 神技。唔止操卷，仲教你考試點樣拎滿分。而升中6 by topic 奪升班就係課直接想由國際貿易呢一課開始讀嘅學生，唔需要由微觀開始讀起。升中5暑期精讀班絕對係中5學生必讀。我哋會用7堂時間幫你 KO 基本 demand supply 去到市場干預4大課題，概念、技巧、實戰全包，幫你9月直接領先其他同學。今年暑期限定配套包括有 Alfred 獨家技巧天書、極豐富 by topic 練習、多次模擬實戰加每堂測驗，當然仲有 WhatsApp 問書。呢個暑假係你唯一可以學習兼實戰技巧嘅時間。如果等到9月先嚟追，就真係太遲啦！快啲去我嘅報名表留位，我哋暑期見。